大家好。今日我講呢單嘢咧，俾大家聽下咧。咁大家聽完之後咧，就覺得有咩意見咧，就留言話俾我知。咁呢單嘢咧，我想講嘅係乜嘢咧？係想講就係呢個世界有人係好聰明，但係聰明人都會有蠢嘅時候，都會有笨嘅時候。而佢一笨咧，或者就會令到佢一世人就咁玩完噶啦。咁呢單係咩事咧？咁呢間嘢咧就講話有一個清華大學畢業嘅中國留學生就嚟咗呢度留學。咁留學畢業咗之後咧，佢就嚟咗紐約住，就喺紐約就揾咗份工。呢份係乜嘢工咧？佢係喺一間美國好出名嘅投資公司，叫做 Two Sigma，裏面做前期嘅量化研究員。咁我相信有好多網友都唔知道乜嘢叫做量化研究員，因為我都唔知。但係我睇完之後我估啦，咁如果我估得唔啱咧，就希望網友咧就話翻俾我知，究竟乜嘢叫做量化研究員。我估咧係呢個職位最主要係咧就係數學一定要好叻，係計數嘅，係做一啲數學嘅程式，係可以推算到股票嘅升降。應該係大致咁上下啦，即係要整個 system 出嚟，即係整個系統出嚟，就用數學嚟計呢隻股票幾時會升，幾時會起，應該係咁嘅嘢啦。我諗咁聽落去咧，係咪前景一片光明先去 ？OK， 又咁叻，可以做到呢啲設計呢啲咁嘅 system 出嚟，咁應該蠢極有限啦咁樣。咁但係近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同埋美國嘅刑事司法部咧，就對佢提出咗民事同埋刑事雙重嘅起訴。咁究竟起訴佢乜嘢咧？咁原來係話佢去秘密操控咗呢個計算方法嘅程式，就用嚟詐騙佢手上嘅客仔，用嚟抬高自己嘅收入。因為佢幫啲客仔投資，或者我唔知點樣啦，因為佢唔係投資顧問，但係會有佣金嘅，即係或者有人用佢個 system， 佢就有佣金。咁佢就詐騙咗啲人過嚟用佢嘅 system， 令到佢佣金咧就好高。咁根據報道入邊講咧，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咧提出嘅民事訴訟咧，就話佢用呢啲自己改變咗嘅投資模型，就得到咗2300萬美金嘅收入一年啊，唔係即係唔係總共嘅全部啊，係一年就有2300萬美金嘅收入。直到佢喺2002年，佢嘅年薪係2350.9萬美金。佢嘅詐騙行為咧就造成咗客戶嘅1.65億美元嘅損失，直至到2024年，公司先發現炒咗佢。佢亦都償還咗1.65億美元俾翻客戶嘅。咁呢度講佢係喺中國安徽合肥出生長大，佢喺中國嘅本科畢業，喺清華大學嘅自動化系，我唔知咩叫自動化系啦。咁嚟咗美國之後咧，佢係喺康州大學同埋南加州大學就讀咗博士學位。喺2018年咧，佢就加入咗總部喺紐約嘅文鐵吳，喺紐約文鐵吳嘅頂尖量化基金 Two Sigma。佢一直做到升到副總裁同埋高級副總裁嘅職位，真係好短時間佢就升咗到高級副總裁，係好緊要㗎啦。咁喺美國嘅證券交易委員會嘅起訴書入邊講咧，佢係喺2021年11月至到2023年8月嘅期間，佢秘密操控佢自己設計創建嘅話，幫助創建至少14個投資模型。佢同公司講咧，呢啲模型咧
就正產生咗特別嘅預測，但事實係咧，佢已經喺呢啲模型入邊咧就進行咗佢自己未經授權同埋未經透露嘅更改，即係冇同公司講過佢將呢個 system 入邊啲嘢係改咗，咁導致呢啲模型咧可以複製公司其他嘅即係其他人做嘅投資模型嘅預測，就違反咗公司嘅要求。佢未經授權修改，導致公司與預期策略唔同嘅數據，集中同埋好頻繁咁樣為客戶買賣證券，即係幫客戶投資啦，佢都有咁帶嚟咗客戶造成1.65億美金嘅損失。咁公司旗下嘅部分基金咧就獲得咗4.5億嘅額外收益。咁呢啲收益咧大部分都係公司入邊嘅高層同埋員工投資嘅基金嚟嘅。佢咧就用呢種嘅詐騙行為咧，就令到佢得到數百萬美金嘅不義之財嘅佣金。咁呢啲佣金咧就入晒喺佢2022年嘅2350萬美金嘅年薪嘅其中一部分。佢用呢啲錢咧就買咗一套價值幾百萬喺文鐵湖嘅一間公寓，直到2023年嘅夏天。公司嘅高層先發現公司有好多個投資模型之間嘅關係性係高出咗預期，先至發現有問題。佢就係嗰年同年用咗大約659萬美金嘅價格咧，就喺文鐵湖又買咗一套公寓。咁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咧就講，公司取消咗佢喺2021年同埋2022年嘅800萬美金嘅佣金。但係喺未收翻佢嘅1780萬美金嘅現金佣金時，直至到2024年，公司就先至開除咗佢，並賠償翻客戶嘅損失。佢而家法庭嘅文件咧就話係屬於被起訴嘅階段。美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喺9月11號咧就聲明中入邊講，佢被控告電信詐騙、證券詐騙同埋洗黑錢。目前顯示佢係着咗草嘅，失咗蹤。有傳言話佢着咗草返咗中國，但係就冇出境記錄。而家聯邦就喺度刮緊佢。咁如果捉到佢咧，佢每項被控嘅罪咧嘅刑期最少係20年開始。所以如果同期執行咧，就算同期執行，佢最少都要坐20年。咁你哋聽完之後，係咪覺得呢條友咁聰明，根本上佢可以一直做落去，都唔會有人發現？但係又點解會俾人知道佢咁樣做咧？咁我呢度嘅主要就係講呢樣嘢。大家估唔估到係衰乜嘢？呢幾秒鐘大家估下。中國人有句話叫做人怕出名，豬怕肥。咁大家諗到未啊？咁我又話俾大家知咧，原來佢聰明到點咧？佢喺2023年發咗條片喺大陸一個社交媒體叫小紅書，就話自己點樣做，令到佢嗰年嘅收入有2350萬。你信唔信咧？佢真係咁樣做啊！佢自己拍咗條片，話俾人知我喺呢間公司返工，本來嘅人工係得50萬嘅啫。佢仲攞埋個我哋叫做 payslip， 即係出糧單喺個小紅書度俾人睇。OK， 佢話我今年就係2350萬啦，我人工，而且仲做埋高級總裁，拍咗一條片咁樣嘅喺小紅書度俾人睇。而且佢自己仲親口講，喺2022年佢嘅人工淨係得50萬。
而家就係咁樣啦。正正係呢啲行為就俾佢公司嘅高層睇到，喺小紅書度睇到，先至開始查佢，跟住再揭發佢所有所做嘅嘢。如果佢冇放條片喺小紅書度，公司班高層根本就諗唔到去私自改嗰啲 system， 改嗰啲系統，而到而家都仲係懵成成，仲係每年出緊幾千萬美金糧俾佢，因為佢以為佢應得噶嘛，佢客仔多啊嘛，佢個 system， 佢咪有佣金咯。所以以前啲老人家講係啱嘅，千祈唔好咁出名，唔好晒你有錢。佢仲好笑啊！佢喺小紅書晒有錢，佢話我點解喺呢度講咧？佢話因為佢唔敢同佢啲朋友講，怕佢啲朋友會謀佢喎。咁你喺小紅書講，你啲朋友又睇唔到咩？我真係唔明啦呢樣嘢。唉，總之啊，佢自己做緊啲乜嘢啊，心知肚明啦，有乜可能仲要拍片擺上網啊？你真係以為公司啲人個個都係懵丙嘅咩？蠢過隻豬咩？做得金融呢一範，尤其是喺紐約民鐵喺 Wall Street 嗰度 ，OK， 仲係頂尖嘅投資公司，又點會蠢啦？咁到頭來蠢嘅係邊個啊？咪自己咯，搞到而家又着草啊，錢又冇埋，咁又何必咧？咁大家聽完之後又有咩感想，就留言話俾我知啦。呢集就係講到呢度啦，多謝各位，記住 subscribe 我啲片，share我啲片出去，撳個 like，最好撳埋個 super dance，OK，多多益善，多謝大家。